你有遇过说教吗？会啊会啊，我觉得说教观众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啦。说教，你是说观众说教我吗？都可以。有很奇怪的观众会说啊，你不能这样，然后我就说哈，我不能这样，那你也不能这样，我就把它编掉。你有遇过说教吗？还好，但我不理他们。不要理他或编掉他就好了。不要再说教了，对。你有遇过说教吗？说教吗？有遇过，但我也挺喜欢说教的，所以没关系。我觉得不是啊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明明在做街访，可是我都回答了，然后你看起来超尴尬，我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啊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做效果啊，做效果啊，你再讲下去，我觉得伤感情了。我觉得这样差不多。你有遇过说教吗？有啊，就在刚刚。